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時事平台。有亞省分離主義嘅支持者近日就向選舉委員會遞交超過30萬份嘅簽名，咁正式就要求舉行獨立公投。有數據就顯示喺亞省有約30%人係表示支持脫離加拿大。呢一股嘅分離主義，呢股咁嘅分離嘅情緒就再次引起關注。咁亞省獨立議題何去何從，又點解會再度浮現呢？今晚有兩位嘅嘉賓一齊去探討，分別就有董達成先生Ken，另外有關良洲先生Joseph嘅，歡迎晒兩位嘉賓。如果觀眾想參加我哋嘅討論，可以去到本台嘅網站3w.fairchildtv.com， 點擊時事平台嘅橫額就可以去留言俾我哋噶啦。咁今次呢一個亞省分離主義嘅議題就再次受到關注啦。咁雖然而家嗰啲簽名就係有待選舉機構去核實啦，而有關嘅司法程序亦都係進行之中。咁但係事件已經引發咗關注啦。咁到底呢個作為加拿大能源重鎮同埋重要經濟嘅引擎，咁亞省其實多年嚟喺一啲嘅能源啊、財政分配啊、政治方向上面都有一啲幾鮮明嘅立場。咁到底今次呢一股嘅分離情緒點解會再次升溫呢？咁翻嚟就同阿 Ken 傾下先啦。咁阿 Ken，你覺得今次點解呢一個分離主義再度浮面呢？嗱，我哋要明白咧，亞省講獨立咧嘅原因啊，同埋一路演變到今時今日。其實70年代、80年代咧，當亞省咧發現石油同埋咧覺得呢一個係非常之好嘅收入咧，咁當時嘅聯邦政府咧老道老多咧，其實有個國家能源嘅呢一個策略嘅。咁就可以講就由國家咧擁有呢一個財富，甚至乎咧喺個分配上。咁呢一個咁樣嘅大石拆死蟹嗰陣時嘅氣氛咧，就令到亞省嘅人咧就覺得咧就好受壓迫啊，將嗰啲利益咧就俾晒一個加拿大成個聯邦，咁聯邦政府咧就分配。咁你經咗幾十年咧，其實呢一個情緒一路都係咁樣去嘅。咁仲有就係話呢一個原因咧，就變咗亞省咧一個政治嘅操作，喺省內嘅政治咧用咗呢個最大嘅理由咧，咁所以你見呢幾十年咧，嗰個亞省都係喺尤其是以前嘅改革黨啊、保守黨啊等等咧，咁野玫瑰黨啊都係用呢一個議題咧同聯邦咧係嗰個對抗嘅。咁問題就係話嚟到今時今日，當然亞省喺嗰個分離主義咧，其實經過咁多年咧都係淡咗嘅。但係可以講特朗普上場咧，當稱到加拿大51州，尤其是咧喺個能源咧係需要到咧亞省同埋當然有沙省啦，要加拿大嘅能源咧，咁所以亞省係認為自己咧嗰個叫做能力係高咗嘅。但係我諗仲有一樣嘢有趣嘅咧，就係話亞省嘅人咧，其實經過幾十年咧，對自己嘅能源啊，對加拿大嘅聯邦制度啊，亞省自己嘅實力啊，仲有就係話，亦睇得到咧加拿大10個省份3個地區，每一個省份咧喺個地理環境啊、資源方面啊，都係好獨特。咁亞省同沙省當然有出啦，但係如果你話講製造業啊，魁省同安省啊，其他嘅省份啊喺東岸啊，就算我哋隔離西岸嘅，佢可能除咗講資源之外咧，佢仲要靠我哋 BC 省咧嗰個運佢嘅石油咧出口，油管又好，火車又好，大家都要合作。咁所以除咗政府喺政治上鼓吹，或者有人民一啲咧就係鼓吹獨立之外咧，省民咧其實對呢件事嗰個可以講認同法咧都減低咗㗎啦。
係咁，其實望翻數字咧都有提到，其實係大概30%人係支持脫離加拿大啦。咁翻嚟咧又想同 Joseph 傾下啦，因為啱啱啊 Ken 就提到能源係一個問題，咁可能特朗普嘅上場亦都係一個宏觀嘅影響啦，令到呢個情緒再度浮面。咁你又認為嚟到2026年啦，咁點解又要再次遞交簽名話要脫離加拿大咧？今次咧，即係呢個議題再升溫啦。有幾個原因啦。首先咧就係咧，即係頭先阿 Ken 已經講過啦，即係喺之前，即係小杜魯多之前，即係佢爸爸做總理嗰陣時，就已經開始咗噶啦，同亞省各方面嚟講。咁啊，到小杜魯多執政咗9年啦，咁佢嘅環保政策咧，就可以講話直接打擊亞省石油同埋呢個天然氣嘅發展。咁對亞省人嚟講咧，阿小杜魯多嗰個淨零排放嗰一個政策咧，佢哋簡直咧就好難接受。所以咧喺最近幾年咧，就亞省嘅居民咧，當然啦，同埋亞省嘅政客咧，喺經濟同埋資源議題上邊咧，就同聯邦政府，即係阿小杜魯多嘅聯邦政府咧，就即係可以嗰個對立咧係加劇咗好多噶啦。另外一個原因咧，就係一向以嚟咧，我哋加拿大有一個叫平衡撥款嗰個咁樣嘅計劃嘅。咁咧亞省咧就覺得咧佢呢個咁嘅平衡撥款計劃咧對亞省唔公平。嗱，其實真正嚟講，睇翻歷史咧，原來亞省咧喺1964-65年度之後啊，就未曾收過呢啲平衡撥款。雖然喺呢段期間啊，亞省咧油價有高有低，咁啊省政府咧亦都有個赤字，但係咧都冇收過平衡撥款。咁對亞省嚟講嘅話咧，覺得係非常之唔公道。而咧喺呢個亞省長咧，仲有啦，第三個原因咧就係亞省嘅省長咧，佢喺呢方面咧推動咧就不遺餘力嘅喎。首先，佢喺2025年咧就通過嗰個叫做54號法案。咁呢個54號法案咧做咗咩嘢啊？咁就係咧降低咗公投嘅門檻啊，從20% 登記選民改為10% 咧就得啦。總之有10% 嘅登記選民咧簽咗名咧就已經達到門檻啦。仲有另外一樣嘢，就延長咗嗰個收集簽名嘅時間喎，由原本嘅90日就延長到120日，咁俾多啲時間佢收集簽名。嗱，呢一樣嘢咧，我覺得咧就影響非常之大。嗱，好似今次呢個你頭先都有講到啦，支持分離運動嗰班人咧，就喺5月4日咧就提交咗30萬零1-2千個簽名去俾政府。咁呢個簽名咧就遠遠超過新門檻要求嘅17,700個。嗱，睇嚟似乎哇好嘢喎，超過門檻咁多喎咁。但係你睇下呢個係代表10%，就係就係17,700,000。若果你話個門檻冇改到嘅咧，仍然係20%嘅咧，佢需要嘅簽名咧係35萬幾啊。即係話若果冇改過簽名嗰個登記選民嘅人數由20%改到10%嘅咧，佢哋嘅簽名係唔足夠提交呢個咁嘅公投議案嘅。所以呢一樣嘢就係呢個省長咧喺呢方面推動嚟講咧就不遺餘力，所以咧就佢哋咧就收集到足夠嘅人數過到門檻，可以提出公投嘅要求啦。最後一樣嘢都係有影響嘅，就係咧外國干預啊。美國就擺到明啦，好似佢哋個財長講到明話贊同亞省同加拿大分離出嚟咁。咁美國亦都有啲人咧已經討論緊咧，可能會直接支持亞省嗰個分離活動咁。咁啊，亦都有報道講話俄羅斯喺背後咧，亦都推波助瀾喺度話咧亞省咧個經濟咧係俾我哋加拿大聯邦政府剝削咁。咁所以呢啲咁多樣嘅形成咧，就變咗咧好多亞省嘅省民咧，亦都群情洶湧啦。咁啊，好似你頭先講咁，有成30% 嘅人咧會話贊成同加拿大分家啦咁樣。係咁，其實阿 Joseph 都提到幾點幾重要啦。咁首先你啱啱講到嗰個搬龍門嗰個，對於係點樣係界定嗰個簽名嘅數字啦。
嘅數量啦。咁翻嚟想同阿 Ken 傾下啦。想都問下你覺得呢個亞省省長喺整件事佢嘅角色係乜嘢咧？咁同埋啱啱 Joseph 提到啦，除咗能源，譬如亞省喺呢個財政呢個 federal transfer 上面其實都有啲睇法啦。咁你喺呢兩點有啲乜嘢嘅睇法啊？嗱，我個人咧認為咧，Danielle Smith 咧係好虛偽，因為事實上咧佢公開咧認為佢就唔贊成獨立，佢係咧支持係聯邦制。但係正如 Joseph 提到咧，佢改龍門啊，方便呢啲投票咧，其實佢係亦有好多咧，佢都公開講就話呢啲咧係支持我嘅選民嚟嘅。所以咧，佢要求要有獨立嘅公投，所以我應該要俾佢。但係有個好大嘅問題就係話，佢既有呢一個 Alberta 省嘅省民咧，喺個統計裏邊咧問一問省民就係話佢對 Danielle Smith 支持聯邦定係獨立？如果支持獨立嘅成數高唔高？有超過56%嘅人咧認為 Danielle Smith 咧會到時咧就會支持獨立嘅。咁所以你話嗰個省民對佢嘅信心咧係冇一個信用感。嗱，仲有就係可以講最近咧呢一個做公投呢一個運動嘅舉辦人咧，其實咧就犯咗一個涉嫌犯法，但係好明顯咧就係話佢借咗一啲咧合法嘅選民登記嘅資料，呢啲咧應該係完全保密嘅，竟然咧就攞咗嚟咧做一個獨立簽名運動，擺咗佢上網。咁呢一個咧今時今日咧就已經 RCMP 會調查，會涉及咧有刑事涉及呢啲私隱嘅條例。咁但係好明顯就係 Danielle Smith 咧就係縱容呢一班咧咁嘅行動嘅人作呢啲非法嘅行動。嗱，咁呢班行動嘅人咧就攞咗前亞省省長 Jason Kenney 嘅地址咧做一個話柄，咁好明顯係針對咧Jason Kenney。Jason Kenney 作為一個省長咧，佢真係會維係聯邦嗰個政府嗰個可以講嘅聯邦制嘅。但係 Danielle Smith 咧就縱容呢一班咧就係可以講去脫離。咁 Jason Kenney 都話咧 Danielle Smith 咧係非常軟弱，作為一個省長喺政治上咧係模棱兩可。咁所以你見咧喺不同可以講相同政黨，但係咧都反映到咧有兩個不同嘅政見。咁呢個就係亞省咧面對嘅困難。咁當然我哋講到，如果你話要獨立公投咧，呢一班支持獨立嘅人咧，仲會面對好多嘅困難，包括原住民嗰個擁有權喺呢個公投裏邊扮演咩角色咧，仍然要法院咧就係去裁決先至可以。如果係可以進行獨立投票咧，先至可以繼續。咁所以你見咧，呢個係其中一個最大嘅獨立公投嘅障礙嚟嘅。咁當然仲有就係話其他嘅省民贊成與否，更重要就係話呢一班推行獨立運動嘅舉辦者咧嘅公信力係咪可信咧？佢哋假如真係獨立成功，點樣組成一個政府？將來個嗰個方向會點咧？真係純獨立啊，定係依靠美國啊，定係任由美國去魚肉咧？呢啲咁多未知數咧，其實咧，我覺得呢個公投成功嘅機會咧，唔係咁容易嘅。先傾到呢度先，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再繼續討論。各位歡迎翻嚟時事平台，今晚繼續有兩位嘉賓，阿 Ken 同 Joseph 一齊傾下近期嘅亞省分離主義嘅情緒嘅。咁翻嚟咧，想同阿 Joseph 傾下啦。其實第一節阿 Ken 都有提到啦，咁到底呢一個公投通過嘅可能性有幾高？咁我都想問下你啦。咁你認為呢一個公投最終係咪真係可以納入呢一個秋季嘅省級公投議程啦？咁然之後，如果係嘅話，實際通過嘅可能性有幾高咧？其實嗰個組織有冇諗過
今次要搞獨立，佢哋最終佢哋嘅 agenda 係乜嘢咧？而家其實個民調而家嚟睇咧，就通過機會咧就唔高嘅。但係咧，好似頭先阿 Ken 講咁樣樣，因為原住民嗰啲向法庭嗰度提出抗議啊嗰啲咁嘅嘢咧，咁可能根本或者完全都過唔到都唔定。但係咧講翻話咧，即係好似而家個阿省省長咁啦嚇，我就覺得佢咧喺公開層面嗰度咧就話唔支持直接分離嘅咁樣，佢係主張留喺加拿大嚟到爭取更加大嘅省級主權。咁啊，省長咧睇到嚟咧就係咩啊？就係利用咧分離呢個情緒啊，作為籌碼，就同卡內政府即係施壓。咁希望乜嘢咧？咁我就覺得咧，最近咧阿省長咧就成日講嘅嘢就講話咩？講話主權啊，講話點樣反對聯邦政府做嗰啲嘢唔啱啊，嗰啲咁嘅嘢。咁啊講明咧就係話咩啊？省長其實咧就係利用分離運動帶嚟嘅恐慌啊，作為呢個政治工具，咁咧就逼聯邦政府咧放棄部分嘅資源或者政策干預，咁咧就可以講話點樣樣，唔需要分離，亦都可以達成實質上邊嘅變相自治啦。咁啊，唔需要話真正咁樣分家啦。咁喺呢方面咧，我諗個省長咧就係咁嘅盤算啦。咁你話啲省民係點樣樣啊？咁我覺得其實省民亦都好清楚，而家尤其是面對美國威脅咧，你話貿然咁樣同加拿大脫離咗出去嘅話咧，就點知道美國會點樣做咧？咁而真正嚟講，我哋加拿大其實虛心啲睇下，我哋亦都即係可唔可以俾亞省同我哋分離咧？咁你睇下亞省其實咧係我哋即係加拿大能源嘅支柱嚟㗎。我哋咧加拿大咧95%嘅石油咧都喺亞省嘅。咁咧而呢個天然氣咧係60%嘅天然氣都喺亞省出嘅。咁你可想而知喺能源方面嚟講，亞省係幾咁重要對我哋國家。咁財政貢獻方面嚟講咧，亞省咧亦都係長期咁樣支撐住聯邦政府嗰個平衡預算嗰個計劃嘅喎，因為佢俾好多錢出嚟嘅喎，真正嚟講。而咧佢因為咧咁多賣咁多油出去出口啊咁樣樣咧，所以咧佢亦都咧帶嚟咧好多外國嘅投資，尤其是係美國啦。咁啊石油出口嘅天然氣出口啊，咁每年咧亦都為聯邦政府咧提供咗巨大嘅稅收同埋外匯嘅支持喎。因為咧賣咁多油出去咧，咁你加幣就企得穩啲啦。而咧我自己覺得咧喺呢個財政方面嘅最大貢獻咧，佢哋支持呢一個平衡預算就係點啊？你計，好似有人計個數咧，就話咧喺2000年至到2023年為止，呢23年咁裏頭咧，淨額嘅累計嘅淨額啊，稅收啊交咗俾聯邦政府嘅咧，係為到5442億啊！咁你想下諗下，若果亞省脫離咗加拿大，呢筆錢就唔會聯邦政府冇得收㗎啦。冇得收嗰陣時，會影響我哋所有聯邦政府嘅資助啊嘅計劃啊，嗰啲所有嘅直情可以講話影響晒全國嗰個人民嘅生活水平嘅。所以咧，你話俾唔俾得亞省脫離咧？咁其實亞省唔脫離咧，對加拿大嚟講咧係非常之重要嘅。所以我亦都希望聯邦政府喺呢方面嚟講咧，就開始要着啲力啦。如果你話法院批准咗呢個公投嘅話，係咁。都想同大家兩位傾下有關就係亞省同埋聯邦政府嘅關係啦。咁其實第一節都有提到，就係可能Trudeau 時代有推出過一啲係潔淨能源方面嘅一啲嘅政策啦。咁其實最近都見到卡尼政府，譬如大型基建辦公室係擺喺卡加里嘅，咁或者係最近有同呢一個亞省有一個雙邊嘅 MOU 嘅一個能源備忘錄嘅一啲進展啦。翻嚟想同阿 Ken 傾下啦。咁喺總理卡尼不斷喺度強調呢一個嘅One Canadian Economy， 講緊係我哋要團結嘅時候，咁今次呢一個亞省分離嘅聲音浮現，咁其實係咪對呢一個聯邦政府一個好大嘅挑戰呢？可以講以往一路陸續嚟咧都係，咁所以 Mark Carney 咧可以講都係好務實嘅，一嚟到咧就已經同省咧改變嗰個關係嘅氣氛。MOU 嗰個備忘錄咧，
其實就好早簽啦。你見咧 Daniel Swift 一簽嗰陣時咧，真係非常之開心，對住個鏡頭咧，大家簽名。咁呢一個其實已經過咗期㗎啦，去到今日。原因就係話真係要亞省自己揾一個私人投資去起呢個pipeline 呢條油管。但係我相信咧，嗱，而家你睇翻咧，當然正話 Joseph 講咧，亞省嗰個資源收入咧係高嘅。咁當然得天獨厚，但係其實唔係淨係亞省咧係呢一個收入咧去支持咧加拿大。當然喺個石油喺今時今日咧仲係咁可以講咁需要咧，尤其是中東嘅戰爭啦，令到個油價咁升咧，可以講都係一個額外嘅收入嚟嘅。但係亞省自己咧本身咧都有好大嘅挑戰，例如果冇過去嗰10年嗰幾年咧喺 BC 省加多一條油管賣呢個 Alberta 省咧係出去咧，其實佢嘅收入咧唔會增加咁多嘅，淨係咧真係賣俾美國，而賣俾美國嘅油咧差唔多我哋係半價好平咧賣俾美國，因為事實上咧。我哋嘅油砂提煉呢個成本非常之高，所以如果真係可以賣到出我哋講亞太區其他嘅地區咧，個油價就真係咧市場嘅價錢啦。咁所以 Alberta 如果係做到呢樣咧，有 BC 省嘅油管咧，所以Daniel Smith 咧一路都想加條油管，但我相信咧你正話提到咧 Mark Carney 咧務實咧都希望可以做到呢樣嘢。咁仲有就係話亞省嘅自己嘅挑戰咧，就係佢冇水力發電，佢真係靠油咧去發電。咁所以倒翻轉 BC 咧 ，BC 省我哋係加咗我哋嘅電網絡咧，係運電咧就去呢個 Alberta 省。BC 省又有自己嘅天然氣，咁所以你見咧，所以要合作 Alberta 咧出口嘅油咧，可以賣得高價錢咧，佢唔係單獨可以獨善其身。所以我哋見咧有 Alberta 嘅力，當然咧佢真係要睇到咧，要加拿大其他嘅省份嘅協助。當然 BC 省都要其他省份嘅協助咧，可以繼續咧就喺打通全加拿大，尤其是我哋講西岸嘅海、東岸嘅海，同埋咧北邊將來咧，如果講 Mark Carney 點樣去擴展北極圈裏邊嘅一啲運輸同埋基建咧，呢個我諗 Alberta 都會得益。咁所以你見咧 Alberta 自己如果獨立咗咧，圍咗喺中間裏邊咧，佢唯一咧黐落就係美國。但係美國有咁多個州份嘅競爭咧，都係好大嘅。咁所以你見咧 Alberta 人口咁少咧，你又要同其他州份去爭咧，其實都唔容易。係咁，最後都想問一問 Joseph 你嘅睇法啦。咁總理卡尼講到要團結大家，咁而家咁樣嘅情況發生啦，你認為佢會點樣應對咧？雙方之後佢哋嘅關係會係點樣咧？我諗阿卡尼會盡量去幫 Alberta 開多條油管嘅，因為大家都知道咧，我哋加拿大嗰個天然資源咁豐厚，尤其是喺石油方面嚟講咧，我哋將佢擺咗喺地下咧，我哋利用唔到佢咧，其實係非常之可惜㗎。咁而咧，我哋都想話擺脫依賴美國嘅經濟。如果我哋能夠將Alberta 省嗰啲油送到去世界市場嘅話咧，全國都會得益受惠嘅。所以呢樣嘢，我覺得阿卡尼總理咧就一定會咧想盡辦法咧，點樣去加快去同佢起多條油管，將 Alberta 嘅油送到嚟 BC 省海岸，就出口去其他世界各國。咁等我哋咧可以經濟獨立自主啦，唔需要再依賴美國，唔需要再俾佢牽住個鼻走啦。唔該晒兩位嘉賓，今集嘅節目時間去到呢度，多謝大家收睇，我哋下星期同樣時間再見。